下個星期三，敬老中心的周三下午，圖書室門口貼了一張新告示：中學中文補習班。裏面坐了12個人，11個加起來超過800歲的學生，還有一個42歲的。阿敏坐在第一排，雙手緊緊抓着手提袋的袋口。他是全班最年輕的一個，年輕到坐在這裏像走錯了地方。外面所有的補習社一聽說他40幾歲，都說不收成人學生。只有這裏，他經過時看到門口貼着告示，進來問。中心主任聽完他的情況，說：你進來吧，破例一次。他隔壁坐着林嬌，72歲。課還沒開始，林嬌把新買的文具盒擺在桌上，拉開拉鏈，掃一遍裏面的筆，2支圓筆，一支藍筆，一支紅筆，一塊橡皮，一把間尺，然後上，再拉開，再掃一遍。老師進來的時候，林嬌緊張得第一個站起來，撞到桌子，文具盒掉在地上，筆滾了一地。年輕老師姓黃，中大中文系畢業2年，現在中學教書，逢周三來這裏做義工。他走過去幫他撿起最後一支筆，遞過去，慢慢來，不用急。課開始了，黃老師在黑板上寫下幾個字：出師表，諸葛亮。他轉身問：有沒有人聽過這篇？一半同學舉手。阿敏低頭看了一眼手機，沒有信息。他兒子中4，正在準備文憑試，中文不合格。他來這裏是想學完回去教他，但兒子說：你連12篇範文是哪12篇也不知道，怎麼教我？那句話像根刺扎在他心裏，所以他來了。課繼續，講到神亮言的時候，黃老師解釋這是古代臣子寫給皇帝的書信開頭。阿敏又掏出手機看一眼，再放回去。過了5分鐘，再掏出來。下課休息時，黃老師走過來，坐在他旁邊。有要緊的事情要做嗎？他問。阿敏擰了一下，搖頭，不是，我等我兒子回信息。黃老師點點頭，沒追問。過了一陣，他只問了一句：你自己呢？想不想學？阿敏抬起頭，想。下半堂課，他打開了筆記本。課堂後半，黃老師繼續講出師表。他說諸葛亮寫這篇文章時一邊寫一邊掉眼淚，因為想起劉備對他的好，想起自己答應過的事，一定要做到最後一口氣。講到最後，他上課本，忽然說：我從頭念一次給大家聽。然後他站直身子，一字一句背起來。神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圖書室裏靜悄悄的，12個人，沒有一個出聲。林嬌的筆停在半空，忘了寫。阿敏抬起頭，看着這個年輕老師的背影，角落裏的徐伯，那雙一直盯着黑板的眼睛，眨了一下。黃老師繼續背下去，從宮中府中，區為一體到親賢臣，遠小人，從神本布衣，宮家南陽到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言。700多字的文章，他一個字都沒有錯。背完最後一個字，同學們都鼓起掌來。林嬌第一個開口，聲音很小：你整篇都能背下來？黃老師笑了笑：12篇範文，全部都能背下來。林嬌低頭看着自己的筆記本，上面歪歪斜斜地抄着神亮言3個字。他沒說話，但把那個亮字用筆描了一遍。下課鈴響，黃老師收起課本，對所有人說：下個星期三，我們會講另一篇範文，念奴嬌、赤壁懷古，蘇軾寫的。有興趣可以先看看。人慢慢散去，阿敏是最後一個走的。他站在黑板前面，看着那整整齊齊的出師表3個字，看了很久。手機響了，是兒子的信息。好了，你自己學完再說吧。沒有標點，
沒頭沒尾。阿敏盯着那行字，盯了很久，然後他掏出手機，打了幾個字：今天學了出師表，諸葛亮寫的，回去講給你聽。他按下發送，把手機收進袋裏，拿起筆記本，走出圖書室。走廊裏夕陽斜照，林嬌走得很慢，阿敏從後面走過來，經過他身邊，腳步頓了頓。下個星期還來不來？林嬌忽然問。阿敏停下來，回頭看了一眼。來，他說。圖書室裏，徐伯還坐在原位，他看着空無一人的黑板，看了很久。黃老師收拾好東西，走過去，徐伯要關門了。徐伯慢慢站起來，走到門口，又回頭看了一眼。下個星期三，他問。下個星期三，講念奴嬌。徐伯點點頭，慢慢往外走。走廊盡頭，夕陽正往下沉。他走得很慢，影子拖得很長。第二個星期三，圖書室裏還是那12個人。課還沒開始，林嬌把文具盒擺在桌上，拉開拉鏈，掃一片裏面的筆，2支圓筆，一支藍筆，一支紅筆，一塊橡皮，一把間尺。掃完之後，他轉頭看向門口。阿敏進來了。他手裏拿着筆記本，坐下之後，主動對林嬌說：我上個星期回去，跟我兒子講了出師表。林嬌看着他，我說得不太好，但講到諸葛亮寫信的時候哭了，因為想起劉備對他那麼好。阿敏頓了頓，兒子聽完，說：老師也是這麼講的。他說到這裏，自己笑了一下，他肯回應，已經很久沒有過了。林嬌點點頭，沒說話，但嘴角動了動。坐在後面的陳婆婆這時探過頭來，聲音不大，但大家都聽到了。我孫女上個星期打電話給我，問我知不知道什麼是三顧草廬。旁邊幾個人轉過頭看他，我說我在這裏學。他很驚訝，說阿媽你學這個？陳婆婆笑了笑，然後他在電話那邊背了幾句給我聽，說學校老師教的。他頓了頓，我跟他說阿媽下個星期學念奴嬌，學完告訴你。他說好。圖書室裏有人輕輕笑了，角落裏徐伯還是那樣坐着，看着黑板。黃老師走過去坐下。徐伯，你呢？回去有沒有跟人提起？徐伯慢慢轉過頭，想了一陣，說：我女兒來看我。黃老師靜靜聽着，他看到牆上那些字，問我：爸，你什麼時候開始看這些？徐伯的聲音很慢。我說：最近在中心學着。他頓了很長一段時間，他站在牆前面看了很久，然後指着其中一幅說：這是媽媽生前寫得最好的一幅。神亮言3個字，他寫過幾十次，就這次最漂亮。徐伯說到這裏，沒再往下說。黃老師也沒說話。過了一陣，上課鈴響，黃老師站起來，走到黑板前，寫下今天要講的題目：念奴嬌、赤壁懷古、蘇軾。他轉過身，對着所有人說：上個星期我背了《出師表》，這個星期我背給大家聽這首詞。圖書室裏安靜下來，他站直身子，一字一句背起來：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林嬌低着頭，一筆一畫地抄，抄到羽扇綸巾4個字時，他停了下來，看着黑板，等老師背下一句。阿敏的手機放在袋裏，沒有拿出來。徐伯坐在角落，眼睛一眨不眨。背完最後一句一樽還內江月，黃老師停下來，看着台下那12個人，沒有人說話，但每個人都在低頭寫着什麼。下課後，人慢慢散去。
林嬌走得最慢，他把筆記本收進布袋，站起身，又坐下，檢查一次有沒有漏東西，筆記本、文具盒、老花眼鏡、布袋，然後才慢慢走向門口。阿敏在走廊上等他，下個星期還來？阿敏問。林嬌看着他，點點頭。我兒子說，下個星期他考完試，也許會來接我。阿敏說這句話時，聲音很輕，像怕驚動什麼。林嬌沒說話，只是又點了點頭。走廊盡頭，夕陽正往下沉。徐伯慢慢走出來，經過他們身邊，腳步頓了頓。下個星期三，他說，不是問句。下個星期三，阿敏回答。徐伯點點頭，慢慢往前走，影子拖得很長。圖書室裏，黃老師還在收拾東西。他看着空無一人的黑板，看着上面那首念奴嬌，站了一陣，然後把板擦拿起來，一個字一個字擦掉。下個星期三，他們都會再來。林嬌會繼續掃他的筆，兩支圓筆，一支藍筆，一支紅筆，一塊橡皮，一把間尺。阿敏會繼續抄那些他聽得半懂不懂的詞句，然後在放學後可能會有個人來接他。徐伯會繼續坐在角落，看着黑板，一眨不眨。他可能永遠都記不住那些字怎麼寫，但他會想起太太的手，握着毛筆，在宣紙上一筆一畫，寫下神亮言三個字。而那些古人寫的文章和詞句，他們未必都能讀懂，但他們都會來，坐在那間小小的圖書室裏，坐在那些他們年輕時沒機會坐的座位上，安安靜靜地聽一個人念那些他們沒機會讀的文字，然後帶回家說給他們愛的人聽，這就夠了。